各位網友，又係聖經科研雜寫同大家見面。我係何榮東 Tony Ho， 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呢個題目，創世記1章至11章。經文呢就係創世記6章1節。題目呢就係人在地面上增多。咁呢個題目呢係會分兩段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段呢就係第一段。未進入主題之前呢，先同大家分享個人嘅信念。六日創造呢就係宇宙以至地球同埋其中萬物嘅真實歷史，所以亞當夏娃咧都係真實嘅歷史人物。因為六日創造嘅關係咧，整個宇宙啦、地球啦、所有生物同埋人類同埋其中萬物嘅歷史咧，都係啱啱大約6000年嘅。創造面貌咧，經過3次嘅事件咧，徹底改變嘅。第一就係始祖犯罪，神嘅宣判；第二就係挪亞洪水毀滅全地。第三就係巴別塔變亂口音，人類散居全地。咁會一一同大家分享嘅。創世記6章1節呢，經文咁講嘅，當人開始在地面上增多，又生女兒的時候，咁呢其實只係呢個字嘅啫，增多。點解呢？因為呢 King James Bible 呢就譯做 multiply 嘅 multiply。咁而 NIV 咧就係做 increase， 咁我哋睇翻原文咯。咁原文咧就係呢個 to increase， 咁就係呢3個字母，希伯來字母 Lamed Resh Bet， 咁就呢3個字母啊。咁咧其實咧就係呢個 Lamed 咧，呢個 Lamed 咧就係個 prefix 嚟嘅，咁即係通常要做 to 嘅。咁所以嗰個正式嗰個字咧，就其實就係呢兩個字母 respect。咁如果你用 respect 去揾呢個字，咁點解咧？喺呢個 reversal 呢個字典嗰度咧，就可以揾到 multiple 啊。咁即係同乘數咧就 multiply 咧貼近啲啦。咁 multiply 同埋 increase有咩分別咧？咁啊上網揾一揾啦。咁呢個 AI 個 feedback 咧就話 multiply 咧，咁通常係指譬如啲細菌就倍增咁樣，我哋會講細菌個繁殖咧就係倍增嘅，而 multiply 嘅。咁譬如 temperature 溫度咧會上升咧，就 increase 嗰個字嘅。咁樣分別咧？咁就好似 multiply 咧，就係乘數啊。即係如果你一個數乘一個因子，譬如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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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同2加2加2加2，呢種就係 increase 啊。呢個就係 multiply 啦。咁咧結果就會差好遠嘅，越差越遠嘅，因為乘一個因子咧就會 set 一個指數嘅增加 exponential growth， 咁咧就會增長得好快嘅。增多 multiply 同 increase 咧，咁其實增多就即係 increase 啦，即係差唔多意思啦咁樣。但係 multiply 同增多咧，其實就唔相等嘅，唔係相等嘅 multiply 同增多，因為增多係加數嚟嘅， multiply 係乘數。咁所以咧就會選擇咧就係揀呢個 KJV 呢個翻譯嘅，用 multiply。咁個人口究竟幾多咧？即係洪水之前啊。咁啊，如果根據進化論咧，佢哋即係個所叫估計咧，人類咧就已經出現咗若干10萬年噶啦，大約19萬年前咧。佢就話由2個人開始，咁至到公元前8000年咧，就係大約係喺呢19萬年裏面咧，大約就有90億人咧曾經出生。嗱，呢個唔係人口喎，呢係總出生人口喎，即係話曾經喺呢19萬年裏面咧
出世嘅人嘅數目。咁但係嗰個平均人口咧，其實就係好少嘅啫。大約5萬年前咧就係200萬，大約8000年前咧就係500萬。另一篇文章嗰個估計咧又唔同嘅喎，就啲 Earth.com， 即係話佢估計咧就係曾經喺地球上出生同埋死亡嘅人究竟有幾多咧？咁其實呢個咧，佢估計咧就係由5萬年，公元前500年至到公元前1萬年一個時段。咁個平均人口咧，呢個係講全球嘅平均人口係500萬。咁嗰個出生率咧，大約每1000人咧就40個嘅。咁喺呢4萬年裏面咧，個總出生人口咧就係大估計係80億。嗱，8 billion 咧 ，billion 係10億喎，留意啊，8 billion 係80億。點解叫1萬年咧？因為原來公元前1萬年咧就係發明咗呢個耕種啦，農業嘅發展開始。咁喺呢1萬年裏面咧，即係大約係由公元前1萬年至到公元1世紀咧，即係大約係8000年裏面咧，嗰個平均人口咧就增加到幾多咧？呢個係500萬啦，呢度係1億，增加到1億全球嘅人口。咁個出生率咧就係30，每1000人有30個 BB 出世，有1萬年啦。咁樣咧就係總出生人口啊，就係大約係呢度係30 billion 咧，就係300億啊，300億。咁留意個平均人口咧係由500萬咧係增加到1億。咁其實呢個人口估算係偏低嘅，因為即係1億人，全球嘅人口係1億，咁其實一個廣東省嘅人口已經1億啦，差唔多吓，超過1億嘅。咁點解嗰個全球人口係1億，但係嗰個總出生人口又可以達到300億咧？就因為人類學家同埋進化論嘅說法咧，都係人類喺嗰個時間啊，即係古代或者遠古嘅時候咧，嗰個平均壽命係非常之短嘅，即係好快就一代噶啦。咁同埋咧，嗰個年期長啊嘛，1萬年喎，咁樣嗰個總出生人口咧就會有成300億。咁我嗰個頭先講嗰個啦 ，PRB 嗰個估計咧就係90億嘅啫，即係差好遠嘅。如果真係有300億人曾經住過咧，佢哋有冇任何 fossils 即係化石留低咧？一人如果有幾萬年甚至10幾萬年喺地球上出現生存，咁一定有啲聚居點咧，有啲地方咧係連續不斷有人係喺度生活噶嘛。即係當然有啲地方原本有人生活，跟住可能經過咩唔知咩原因就嗰啲人就走咗啊，或者死晒滅絕咗都唔定，就消失咗啦。嗰個地方，但係有啲地方地球咁大，咁僅有啲地方，而且佢唔少嘅，係連續不斷係有人居住噶嘛。喺呢十幾萬年裏面，咁佢哋都係同我一樣啦，都係人啦，就會留低啲，譬如建築啦，譬如啲工具咧，即係話如果你一家人活咗幾十年，你都會儲咗好多唔同嘅工具啊，譬如刀啊、叉啊咁樣。
或者鉗仔啊，諸如此類。即係啲古代嘅人就會儲呢份石器啊、弓箭啊咁嗰啲嘢啦。咁人先會儲呢啲嘢噶嘛。一啲文明嘅痕跡，譬如一啲宗教嘅一啲場所啊，或者祭壇啊，或者一啲藝術品啊，有冇咧？最重要就係處理屍體，因為人係聚居嘅動物，咁我哋喺一個聚居點裏面一齊住，咁如果有人過身，你係唔可以將嗰條屍體留翻喺附近噶嘛，因為會發臭噶嘛，你一定要埋葬噶嘛，或者用其他方法處理。如果埋葬你都唔會喺就咁喺屋企門口掘個窿咁擺落，因為過幾代咪擺滿啊！你一定要離開，搵個地方去集中去埋葬。咁如果一個聚居點係連續幾萬年有人喺度住，咁嗰個墳場會係幾大規模咧？幾多骸骨會喺嗰度落葬咧？有冇揾到出嚟咧？當然仲有其他啦。總之，人類生活喺一個地方長時間咧，一定會有啲痕跡嘅。但係而家啲痕跡基本上係非常之少，而且揾到嘅都可能幾千年。冇話，當然啦，佢有啲考古學家話，呢啲係十幾萬年前嘅人咁樣，信唔信得過咧？咁啊，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呢個題目。總之就係好少，唔似咧就係兩樣嘢。第一就係好多好長好長時間有人喺度居住，第二就係曾經喺度出世死亡嘅人個數目係幾百億。呢兩樣嘢係唔符合我哋而家揾到嘅一啲證據嘅。咁個平均人口係500萬，咁其實係好少嘅。因為而家譬如一個城市啊，譬如香港都700幾萬人啦。點解根據進化論會估計史前嘅人口係偏低咧？就因為佢認為原始人類嗰個平均壽命好短噶嘛，甚至可能短到20-30歲嘅。咁另外生存環境係非常惡劣噶嘛，要同啲野獸動物去爭取呢個生存嘅空間。嗰個農業係未掌握噶嘛，大約估計係1萬年前先至有農業嘅，同埋畜牧業。咁所以食物供應咧係偏少嘅，同埋咧係唔穩定嘅。咁但係呢啲估計咧，即係史前人口偏低嘅原因咧，同聖經創世記記載嘅所記載咧係相距甚遠嘅。譬如人類平均壽命好短，講啲係原始人啊，咁生存環境好惡劣，同埋即係近1萬年先至有呢個農業或者畜牧業。咁但係聖經創世記記載咧，第5章嗰度咧記載嘅嗰個人類始祖咧，都係好長壽嘅，即係差唔多1000年壽數嘅，同人類學家估計人類嗰個平均壽命20-30歲咧，係真係差好多10倍嘅。咁咧個生存環境咧係非常好嘅。神啊創造完呢個宇宙萬物之後咧，神都話一切嘅創造都非常好。咁呢個係神喺聖經記載嘅。但係我哋從化石裏面睇到喎，就係嗰啲生物，無論動物或者植物咧，個體型都非常巨大嘅。咁呢，其實呢個證明咧就係地球啊曾經有段時間咧
個生存環境係非常好嘅，就係洪水前嘅時間。咁另外咧，創世記第4章咧，一開始咧就已經講該隱係種地嘅，即係亞當個仔已經係有種地，即係農業㗎啦。咁亦都提到亞伯咧，即係第4章裏面啊，就係畜牧業嘅祖師。咁所以咧，即係人類一開始咧已經懂得咧係農業同埋畜牧㗎啦。咁你要留意，即係畜牧咧，我估計就唔係為咗肉食嘅，因為洪水前咧，人類係食種子同埋果實嘅啫。再就會食菜蔬添，所以個進化論嘅嗰個估計同聖經記載係相差好遠嘅。咁到底洪水前咧人口有幾多咧？咁因為洪水前嘅人係非常長壽嘅，譬如亞當有930歲，咁佢嘅生育年齡亦都非常長嘅。咁譬如以諾65歲咧，就生咗馬土撒拉。咁而挪亞咧，就到500歲咧先生仔嘅。咁即係話咁樣睇落去咧，都有成400幾年嘅嗰個生育嘅年齡啊。當然唔止啦，因為譬如亞當都900幾歲咁啫，500歲至900幾歲，咗400幾年嘅。咁呢度呢個網頁咧就係計呢樣嘢啦，即係洪水前啊，究竟地球上有幾多人口咧？咁佢點估計咧？就係利用呢個以色列人落埃及嘅時候，就係70個人。咁喺埃及咧住咗400年，400年之後咧就離開埃及嘅時候咧，就估計啊，嗱，因為聖經只係提有幾多男丁，所以都係總人口咧，咁我哋估計嘅啫。嗰個出生率咧就大約2.6% 嘅。如果咁樣70人變200萬人嘅話，咁又要用2.6去計咧，嗰個人口咧就會係天文數字嘅。咁啊，人為地即係減低啲嗰個出生率，就係當 1.5% 嘅出生率嘅話咧，都可以計到咧1200億，所以1020億就可以計到咧洪水前咧就大約1020億。咁即係點計咧？就係由兩個人以出生率係1.5% 嚟計1650年，大約1650年去計，就可以計到咧1020億嘅。咁呢個係估計係非常之保守嘅1020億，可能真正嘅人口咧係遠超1020億嘅。咁洪水前啊，人口係咪真係可以達到1000億咧？有冇可能咧？點講啊？因為而家我哋得大約80億人咧，已經喺度話人口爆炸啦嘛，嘅資源不足啊，糧食又唔夠啊，淡水又唔夠啊，污染又嚴重啊咁樣。但係完啦，呢一節講到呢度先，即係話人口究竟洪水前啊，可唔可以達到1000億咧？咁就下回分解。如果你喜歡我嘅頻道咧，就請你訂閱、按讚同分享，多謝。下次再見，願創造之主與你同在，賜福與你，阿門。